好来，安尼我直接来。各位友志，感谢大家会当来参加关怀基金会今仔日演讲的方。今仔是针对语文竞赛吼，一寡爱注意的代志，甚至甚至有一寡资源嘛会当大家来帮做参考。所以今仔日的重点，咱会针对情景式演说、朗读、高读者剧场，才来算做一寡技术上提出大家帮做参考。嘛，毋望各位会当继续来指导咱的囡仔，或者愈来愈侪囡仔会当开喙来讲台语吼。咱即摆先来进行情景式演说。看你在学行，看你会走，看你出息，上一大摊。好，煞各位注意哦，这非洲的囡仔姊会晓唱台语歌。即问一下，你若用台语甲伊开讲，伊敢甲你讲有落来？恁日头会当反应吼，来。你感觉伊敢会晓讲台语？恁会当用拍的话去？袂晓。袂晓啦。咱以早的传统的演说就是安尼，虽然真好听，未必然是真正。就是安尼。以早传统演说比赛就是安尼啦吼，足细声的啊。拄则讲迄个人讲话讲煞动，就更细声。我即摆你有较大声无？有较大声，有较大声，有较大声哦。OK， 好来。因为以前变做安尼啦吼，变台景慢慢好，落台拢袂晓，甚至你有时间问讲，这演讲稿是啥人叫你写，伊嘛听无呢。所以这就是一个真奇怪的现象。伊上台就是咧搬戏，而且死背。毋过咱的语言已经咁要调整吼，即摆互伊安尼舞落去，真正爱做一个改变吼。所以以早老师嘛足辛苦，足辛苦爱算一个囡仔若3篇稿，若只着2个，着爱写6篇，迄写足艰苦。囡仔其实嘛艰苦吼，伊袂晓，死背，老师佫教足侪动作，伊爱比手画刀吼，甚至有时咧。为着要加强语气，有时佫讲话佫会记，变做互人感觉咱台语除了漳州腔、泉州腔，即摆佫加一个演讲腔，所以要安怎，互咱的演讲会当真正甲生活结合，这是咱一个方向所以咱情景式的演说上重要就是讲配合全面国民教育，互囡仔是真正伫教过程当中，老师教的。甲囡仔遐互相之间，甚至转去厝里，甲是大人开讲的语言，即种语言爱真正正经所以这是咱真正毋茫的所在即几档安尼豆来吼，其实一寡成果啦来，咱即摆来看一下来。第23号图。各位评判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第4号。今仔日我要情景演说的篇目是过年。今仔日是29暝，阮下晡就到阿公阿嬷兜啊。阮先甲进前区的春联拆掉。佮甲阿公阿嬷兜款好清气清气，我佮甲阿母做伙去买新的春联。买转来时阵，我著甲阿母讲：“阿母，
过迄个时阵，我较失业子，所以我着坐伫阿爸的田角头挂春联。阿爸搁早营养品要互阿公阿嬷食，阿嬷着讲，无今仔日大家做伙留落来食团圆饭好啦。阿母着讲，阿母着甲阿嬷做伙去灶骹准备暗顿，互大家食。我甲阿姊是赶紧去阿嬷家的门口埕算烟火机。时间过了真紧，过无偌久，阿母就叫阮食饭咯。我拄入门，就闻到香讲香的香味。我看到阿嬷传真济好料的要互我食，有红烧鱼、控肉、酸辣鸡、卤猪脚，搁有炒高丽菜，真正是有鱼有肉，也有菜甲。看了我的嘴烂是插的。食饭食了，就是领过年钱的时间啊。人拢讲，囡仔是欢喜过年，大人是烦恼无钱。毋过阿嬷疼孙，包一个大红包要送互我。我嘛甲阿嬷讲照顾的话，我摕一杯汽水互阿嬷啉。我甲阿嬷讲，阿嬷啉汽水，啉汽水，互你去一百年，人阁水。听了阿嬷是足欢喜的。过年是我上期待的节日，因为会当甲厝内底的人做伙团圆。我的情景演说就讲到这，多谢大家。公完2分42秒，今天是也说评判来提问。对不起，大家哈，你的故事真精彩。我想要就你的话讲吼，要过年的时阵吼，咱那个囡仔会收到红包。那你个人的经验，你会安怎处理你红包钱的？若是我的过年钱，因为阿爸阿母拢会甲阮讲，做人爱伫阮报本，所以我会甲遮的钱欠起来。我若是过年时阵，我就会想讲，阿公阿嬷即马的兴趣是啥？像旧年阿公阿嬷的兴趣是爬山，所以我就去买一支拐赠互阿公阿嬷，因为因老骹头虎无介好，惊阿公阿嬷去爬山的时阵会跌倒。多谢。小朋友，要请问你头讲过年你有搁较欢喜的代志，还是啥物？你会去讲较详细？上欢喜的代志哦，就是会当甲厝内底的人做伙团圆，因为我有一寡厝内底的人，因为因做工课关系，所以就是无甲阮住做伙，嘛真少看到因，所以过年时阵会当看到因，就会互我足欢喜，有大家团圆的感觉，迄种温暖。咱小摆个领导过年是一个手路菜。手路菜就是阿母卤的猪脚，迄猪脚真正是足好食，因为阿母家卤甲软绵绵，配个 Q 底底，食了就会足煞脆，就一直食一直食。我想要讲，在过年时阵嘛，除了有真侪天草糖食以外，我上爱做啥物代志？我上爱做啥物代志？应该就是甲厝内底的人算一寡佚佗物仔，亲像我会甲我的厝内底的人算，多谢。来，咱注意遮吼，以前若讲背稿，囡仔自头到尾拢讲足顺，是安怎？因为背一直溜吼，其实已经作熟啊。不过你有注意吼，这题目是现场抽的，抽完了，伊爱甲组织，甚至爱甲讲互一个完整、有结构、有组织，安尼甲讲互出来。讲完了，评判会根据咧即个主题，一寡题目甲问，像这若讲囡仔平常时无咧讲台语吼，真正无法度应付，所以这是讲即几冬豆改要甲变。不过为遮吼，咱嘛爱注意一寡物件，就是讲咱咧训的囡仔，可能一定爱甲伊的生活结合。所以讲头仔你看，迄个评判问伊手路菜，
咱问的物件一定甲囡仔的生活充分来做一个结合，所以问的题目一定甲伊食的、穿的、住的、用的娱乐、交通这方面有关系。所以要安怎指导囡仔，其实你为生活开始，今仔日拄着什么代志，咱就甲囡仔讨论。拄着即款代志，你要安怎处理？有可能有一寡无共的方法无？你拢会当训练囡仔去思考即摆题目拢是安尼做，前30分钟抽题了后，起去准备准备了后，伊有1分钟会当上台，所以有时叫着号码无需要匆匆忙忙随从去到台仔顶，豆仔来看看是变做1分钟以内你有上台，安尼就会使所以有时无需要伤赶紧。国小学生咱头有听着。第一届点点铃仔声，迄是2分钟。第二届迄是3分钟。头迄个囡仔用2分30几秒就结束，所以咱无听着迄顿顿。毋过问的时阵，你有注意到，因为上尾仔的迄个评判已经30秒铃仔声响啊，伊阁问，所以有时囡仔讲啊较赶所以这嘛是未来咱的提醒评判。就是讲囡仔这2分钟一回答已经到剩30秒，铃仔声响啊，囡仔讲完安尼就好。若无你继续甲问落去，囡仔可能无法度讲足完整安尼对囡仔负担较重这是讲会当互评判做参考。伊即摆铃仔声，伊早是2分半钟，即摆改2分钟甲3分钟，就是上短甲上长，即两个甲做铃仔声提醒2分钟变做是伊本来15秒，改做30秒，即拢有一寡改变，麻烦指导老师爱注意一下。普通咧问的时阵，可能大家较要义是讲评判会安怎问？其实问的问题一定甲伊的日常生活有关系，甲即个主题有关系，所以有时。会建议评判莫问迄种伤快的题目，像讲头仔迄个囡仔讲的过年咱阁有啥物代志会当做？过年你敢有去行香？例如像这是国小组，你讲着行香这物件，可能有的囡仔较袂晓，甚至有时莫问迄种你有摕红包无？你问有，伊甲你应有，安尼后壁就无啊。莫问迄种有。无是毋是好毋好，对毋对？即种拢莫去问一种较快的题目。像你看头仔问讲你过年阁会做啥物代志？你阁捌食过啥物好食的手路菜？是讲你这过年前你会安怎去运用？即种是一个甲题目有相关、较开放、无固定答的问题。即种是会当互囡仔来好发挥比赛过程当中目前为止啦佫毋捌看过讲囡仔无摕稿就上台，因为有时嘛毋通伤考试，所以有时嘛是建议摕而且即摆囡仔拢真种在准备的时阵有一寡重点，伊就写伫迄张图稿顶头。你要安怎写，迄是你个人的智慧财产权，你做你写袂要紧，不如果要离开进前，即张图爱收转来另外，有个人会针对迄张图，家己来即个题目，我今仔要讲的题目是过年真趣味。你要安尼出嘛是会使，你无要讲嘛会使。上头迄你看伊就无家己讲甲出一个题目，伊直接甲讲去即部分无列入评分，所以大家一定无需要求囡仔一定爱做这做迄另外就是讲的过程当中。普通差不多，即部分因为是全国赛啦，所以可能扣分的人较少。颠倒是讲会超过，所以即摆超过是讲，伊早有迄种经验超过1秒2秒，其实迄种物件莫甲囡仔造成伤大压力，所以超过3秒以内拢无扣分，这甲大家报告一下。另外一部分问题，伫我头讲开放。是因为较侪有领导相关，
免费屏麦克甲关掉。好，现在开始。因为当初我们的那个意愿调查表，免费。好，这个流程，就这样。里面有都也有留下你的父母亲的等位。这边啊，甲拐开。好，处理好哈，多谢。另外吼，包括出题一定甲伊的生活经验有关系，而且国小、国中、高中做一物件是爱配合伊的生活阶层，吼，伊的智慧发展的程度，所以题目袂像讲伤出了伤项，所以这拢算各位当放心。另外就是讲评判提问的时阵范围莫伤宽，啥物叫伤宽？你对你像讲过年，你对你未来一年有啥物规划？这咱讲一篇演讲稿啊，所以想讲这短短啊，这毋通问得伤宽。啥物叫毋通离迄张图上？就是讲即摆过年啊，过年恁兜敢有咧讲台语？这有时毋通安尼啦过年就过年，咱咧推动台语，囡仔会晓讲，袂晓讲，咱对讲过程当中，咱就知影所以无需要向问一条，恁厝邻是大人敢有咧讲台语，这就感觉离题伤远这一寡经验，甲大家报告一下大家来看这评分的规准，因为普通这4阶度一定是起承转合，所以变做4张图拢有伊的结果，所以可能拄开始是安怎煞去，搁再来上煞尾，这4张图一定有一种铺排所以题目会安尼出，囡仔照这顺序来讲，普通拢讲会当讲差不多。包括咱认证的口语表达，内底其中的看图讲话，其实嘛是安尼。不离个就是讲分数的关键咱有时一家拢讲完啊。不离个话讲完了后，佫会当对即4张图内底加一寡生活伊的启发，想讲后摆有啥物愿望，伊后摆有啥物规划。伊对遮学着啥物物件？虽然讲要分数较悬，你内容完整，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主题。所以嘛，各位老师咧教囡仔记得的是爱训练因讲，毋通干那教图讲完，教图讲完，这是一个基础的物件啦。你若要摕较悬的分数，你可能尾仔佫爱有一寡引申、发挥、归纳、结论出来。就像咱认证的看图讲话嘛是安尼，你要5级分，你定爱比别人无共款，你比别人讲较济，安尼才有法度内容完整、内容丰富。煞其就是讲，讲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定爱问各位，互囡仔讲的关系。全国赛较无即种问题啦，因为拢是各县市上高的人，不离个咧县赛加减减。拢会看到一寡囡仔讲甲顿地是安怎？因为厝里平时伊无咧开喙嘛，所以有时接讲喙的时阵，接做手袂顿，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观念。所以要训练囡仔，我感觉上重要的就是定定甲伊开讲，甚至有时甲囡仔带来去外口，接触一寡老大人，互伊阿公，互伊甲阿公开讲。其实阿公阿嬷平时安怎讲，我感觉这是会当来做参考。若这个囡仔去外口，甲阿公阿嬷爱拍拉梁、开讲、聊天的时阵拢讲啊足顺，安尼做个赛绝对无问题。所以讲爱有创意，即马囡仔因为尤其国小，伊的生活经验较少，所以足侪拢是老师予伊的物件，伊去甲背起来，甚至有时伊无法度发挥较济。不离个伫遮建议各位老师啦，咧指导囡仔时阵囡仔要讲啥，就互伊去讲，互伊对家己平时讲话就有迄种信心，伊愿意用伊的想法甲表达出来。即马上惊是啊，平时训练的时阵伊若讲这，你就讲迄这毋好，迄毋好，尾伊就甲你应一句恁老师较好，安尼照老师话，安尼就毋好我举一个例
这是咱旧年拢读文稿，就是讲疫情的关系，足侪囡仔拢伫厝里上课，啊，老师变用线顶教学。你看，这大人写，虽然是国小组的拢读文章，毋过是大人写。你看，大人写的拢安尼哦，拢足个教育正确的物件，哪会安尼？这个我想的拢无共款。我就是免去校上课会较凉细，心肝来想讲，老师你哪会无爱较平淡咧？毋过老师敢若无听到我的心声，共款教育规划。无一颗照相器，连母语老师嘛录影片教阮上课。若阵偏偏爱上，我较爱伫校上课。下课的时，佫会当甲同学佚佗兼开讲，加偌好咧。上无上课嘛加真趣味。你着注意着，大人写的吼，拢是即个角度。不过我伫一场比赛，我着问囡仔吼。你较喜意线顶，还是转去校上课？哦，这个囡仔吼，伊头前讲的时阵，毋是讲啊足好。不过吼，伊的回答，我感觉伊家伊本身的想法讲了出来，我感觉真好。伊讲啥物？老师，我甲你讲，我较喜意吼线顶上课，是安怎？我伫校吼，阮老师总爱找我麻烦，卡袂得咧讲我这毋对，爱叫我去罚课。有时佫叫我吼点莫遐教话，哦，这实在甲我嫌我无即块着。啊，即摆线顶上课偌赞诶！我蹛厝里上课吼，一边面互老师看，啊，另外一边用平板伫遐算拍电动，哦，算甲偌欢喜诶！啊，甚至有时吼，喙焦着啉可啦，啊，若要倒遐佫食死手啊，上课哪有可能安尼？敢若线顶上课有即种好处，你看，囡仔的心声甲大人写出来物件，你有注意到无？差足侪。所以像即个囡仔，我着甲拍甲高分，是安怎？因为伊有符合咱即项，就是讲爱有创意吼。因为足侪囡仔拢乖乖啦，不过若伤乖的囡仔吼，讲出来着查死死。所以就是讲，即个囡仔，你看伊安足。外国诶，可见伊平时伊嘛有咧讲台语。咱要找就是即种正港会有咧讲台语诶，所以嘛有人咧问讲，若迄4张图甲后壁诶回答即部分倒一份较重要？来，各位嘛用拍诶吼，你若感觉头前较重要诶拍1，啊若回答即部分较重要诶拍2，来你甲我拍一个来。我倒遮看吼，4张图看图讲话较重要，拍1，回答拍2吼。目前为止，我刚看到一个2个拍1吼。伊遮当然2个拢重要啊，我知影你的意思吼。搁有无？3个拍1。好，差不多安尼吼。即摆是讲，阮是建议啦，第2部分较重要，因为第1部分吼，囡仔若有基础的能力，看图会当甲讲互出来，因为有牵涉着啥物内容完整嘛。即部分伊若头前内底物件会当甲讲互出来，佮家己佮加一寡发挥。不过因为迄甲30分钟的准备啦，迄有时对囡仔来讲负担较重。不过若讲伊回答的时阵，即部分讲啊真好，而且讲啊真顺，照理来讲，伊的分数应该会当较悬哦。所以这大部分老师拢会当抓到重点哦。所以就是讲，摕一寡物件互大家当做参考。有的囡仔摕台顶吼，拢会紧张，啊有时甚至连头都毋敢举起来，我感觉你较毋好啦。你有时爱甲目睭看头前的评判，头前迄4个拢是你的贵人呢，是贵人，毋是贵哦。这个贵人是拍你的分数，决定你第几名，所以你一定爱正确哦，互人看，家己对家己有自信，人评判嘛，才对你感觉你应该无问题。所以有时即种正确用
甚至讲话时阵哦，有迄种气势。我感觉这是咱咧训练过程当中吼，爱互囡仔去加强的。就是讲，我讲出来就是足有信心，袂晓字，真肯定即种语气来甲你讲的吼。煞去就讲迄个莫比手画刀啦。即马较好啊吼，以前演讲的时阵吼，爱咱歌仔戏，即马较好啊，较大段啊，哦，这是一个真好的现象。咱咧讲话，你看蔡英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讲话敢会比手画刀，连科比嘛袂安尼，对毋对？所以这是讲大家当当做参考啦吼。带去就是讲即部分，就是讲人啊甲问，伊会当回答像我头互各位看影片。你看这个囡仔真种才，人甲问啥，伊拢会当根据伊的经验甲讲互出来。哦，你第二钱要安怎去运用？你有食着啥物好食的物件？而且你看伊个猪骹吼，佫会当讲啊，形容啊，咱伫边仔听咧嘛讲，我嘛要想要来食看恁阿母卤个猪骹是啥物气味吼。所以变做即种物件，咱咧听个过程当中，佫有一个画面。演讲上悬个赞助，就是互听众，伊一面听你讲，哪听？头壳顶哪有一个画面安尼？哦，我感觉是咱爱训练囡仔，爱有即种才情哦。所以这时间的问题，咱都讲过吼。问答即部分就是无迄种时间超过，普通即马就是讲2分钟，剩30秒甲你转，安尼就会当结束。若佫尾仔迄个评判佫问，你着加回答。所以即部分大家当帮做参考。另外就是讲，大家拢咧顾训练啊，不哩佫有一寡规矩吼，你若无注意着，囡仔会去用扣分。全国赛你若扣迄1分、2分吼，迄代足大条。所以遮吼，互人扣分真冤所以先甲爱先甲你讲吼。就是讲超过报道的时间伊早捌发生新北市，伊早捌台北县的时期啦吼。因为送便当的巷仔口带火烧厝，送便当的口下来，伊一时感觉吼，身顾巴肚，结果副作，所以伊坚持食饱，才要来报道。你要报道你来，你讲伊送便当的箱仔来啊，歹势，每一场报道拢有固定时间，你若箱仔来，歹势，你就等于食你的便当豆仔食吼。第二点就是讲你徛伫台顶，伫遐顿顶，拢毋知要怎讲，因为安尼比赛无法度进行所以只好安怎算你弃权吼。朗读嘛是共款演讲朗读，你伫台顶，若伫遐踩1分钟，讲毋讲话，歹势，就弃权。另外一部分就是囡仔有时无注意会讲出来，有时迄是题目设计问题就亲像讲话题目会问讲，恁故乡上有名的是啥物好食物？这有时一寡县市的比赛，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啦评判甲你问讲恁故乡上出名的是啥物好食物？这代志大条咧。囡仔足乖大人甲我问讲，恁故乡有啥物好食物？阮台南阮台南好食物件有够济啦。无论你要食鳝鱼面，还是要食米糕，逐项嘛拢做好食，安尼代志大条伊讲着阮台南这3字，你的成绩就是0分。所以即部分有时是全国赛评判会注意啦不哩有时县市复赛还是区赛，有时加减，因为迄评判无训练过，问拢黑白问，因为你变乌空，互人跳，害囡仔0分，这安尼实在真失德，真毋好。所以情景式艺术过程当中，咱莫去问迄种甲囡仔伊的县市，还是讲因学校，是讲恁学校有发展啥物特别的课程无？伊也讲阮学校安尼无代志，阮中正国小安尼代志大条这有时爱嘛甲囡仔牵夹一下，就是讲万不哩评判甲你问即种问题，你会当甲回答啥物？
阮故乡有足侪好食物，你千万毋通讲阮台人，还是讲阮中华，像这安尼回答就袂使，爱听有无？就算评判问的题目无事实，不哩个咱做选手，咱做记得老师的，爱甲囡仔牵教讲，万不哩伊若乌空要互你跳，你就毋通跳落去哦。你就讲阮故乡，阮学校，莫甲你的名、学校的名，你倒一个县市，安尼甲讲出来。若无讲，你爱着零分啊！这个大家讲即个。另外就是讲，原住民较有即种问题啦，因为有时原住民伊个族语的能力无讲足好，变做无论你抽到啥物图伊拢有固定背，就用遐背来讲，安尼较毋好，零分若拢通袂当用家己的，因为顶头你可能有做记号，知影这爱测数，这爱读较慢，这爱读较紧，甚至爱甲动音伫遐，安尼袂使，变做你爱用大会准备的迄张所以拢通袂使用家己的文稿。即部分麻烦各位老师甲囡仔提醒者，尤其是高中生。逐年拢有高中生因为炸手机去内底互扣2分，全国赛伊个军的标准分算到小数点以后差不多8位哦。你若扣2分，讲真正你差不多可能是特优大家变家长，所以即部分麻烦甲囡仔提醒一下，因为即摆无手机会死。所以就算你甲交代讲毋通炸手机伊有时嘛会偷偷炸手机所以上好的方法就是安怎，先甲暂时保管，你毋通讲没收你若讲没收，伊会甲你告侵犯伊的财产你先甲替伊保管比赛出来才互伊这爱注意，会扣2分足严重另外有诶囡仔，咱比赛规个知所以有时囡仔可能有时坐足久坐袂牢，伊讲我无爱搁等甚至有诶可能是讲后摆成绩无好，后摆就离开安尼嘛是扣2分，扣2分影响足大。有可能是你对家己要求伤悬其实你表现袂歹呢。像我89年嘛是安尼，我全国赛第2名，所以有时讲完感觉心情足有准，我准备足济呢，若上台呢，这也无讲着，迄也无讲着，到有准，一直到比赛转来了，豆行，头淡淡足无心情诶，心情足歹，安尼豆行，结果过两工我第2名，安尼毋甘愿咱继续拼，所以我90年就全国第1名，所以有时爱甲囡仔提醒另外一部分就是讲，以早定定会发生，就是讲，咱咧比赛过程当中伊休困10分钟时间短足侪人拢总去要尤其查某变数爱排队排到老长，所以有时排到老长，有诶囡仔惊讲，我也无入去，敢会去互扣分？麻烦各位甲囡仔讲一下就是讲中午休困诶时阵，你若去变数，因为排伤久，免赶紧，爱偷放诶，纳税诶，你嘛是爱纳诶才入来。不过因为内底已经咧比赛，你若雄雄公公撞入去，影响到人诶比赛，你会去互扣分。这个时阵你着安怎？蹛外口等，等你看内底比赛迄人落来后一个竞赛员要去伫迄个过程当中，过场诶迄个时阵，工作人员会来开门，互你入来，安尼袂甲你扣分，这一部分少甲囡仔讲者，因为囡仔偌可怜，去遐排队排足久，拢无排着，足赶诶，佫赶去教室，结果禁到禁赛袂晓，禁到下消，所以有时即部分有一个单性诶处理，麻烦甲囡仔讲者。你若因为中休困诶时间，因为人伤济，袂赴入来，无要紧，你着等你先去变数了，处理好势，转来教室门口等人台仔顶迄个囡仔落来，
趁的时阵，工作人员会开门互恁入来，哦，这甲囡仔提醒，哦。另外就是甲其他的竞赛员开讲，这有时有诶囡仔吼，足可怜，足无辜诶，就是安那，因为高中生哦，因高中生话拢较主动，看着边仔诶妹妹哦，生啊足水，就讲咱敢会当加一个来，啊手机仔就摕出来呢。你若拄着这种状况，嘛你甲囡仔提醒哦，你若拄着迄小弟哥，请伊举手，举手工作人员。就来问讲，啊，你有啥物问题？边仔迄个青仔站吼，一直甲我开，一直甲我闹，你敢若叫伊点点，安尼，阮就处理迄个青仔站。上惊是安怎？啊，你搁甲讲，无爱啦，你莫叫吵啦，安尼你就变做有甲伊讲话啊，安尼你嘛有代志哦。哦，以早有一个即马伫北一路的老师，哦，伊本来成绩做好第2名哦。早期哦，你若甲人讲话，这是取消资格。啊，阮尾仔去调查，因为人提出申诉，讲伊有甲其他的竞赛员讲话。啊，尾仔阮就请伊来问，结果是安怎？伊早物件足侪，啊，要去准备的时阵吼，伊就讲会歹势，笑过一个，笑过一个，安尼人就检举讲伊有甲人讲话。哦，这实在有够冤枉哦，所以这个是咱会小注意一下吼。另外，中休困的时阵，若讲拄着你的即个老师，也是讲你以前的老师拄爱伊来做评判，啊，你甲伊讲冤话，安尼人会检举讲，某某老师甲即个竞赛员哪有熟识，啊，敢会交分数拍较悬，为着减轻即种困扰啦，所以阮拢嘛评判拜托，你的动作无看到，吼，就算伊甲你镜头。甲你下手，你拢当做无看到，哦，啊，正这大家比赛的时阵吼，因为惊人检举啦，所以大家互相配合一下，啊，麻烦老师甲囡仔提醒，吼。啊，即部分嘛是定定发生，哦，这有时处理这嘛处理足烦，因为演讲朗读拢爱靠脑后，所以有时脑会焦，甚至囡仔要上台进前，咱拢会要求囡仔吼啉寡水。啊，然后较袂遐焦，所以咱会炸迄水倒水饭入去，啊，要死毋死哦，起来时阵啊，敢若拄车倒，这时阵着爱分2部分来做处理。若台下顶人咧讲话，你无张无弛吼，强，你迄可能会影响人台下顶迄个人伊个演讲伊结果，伊个 tempo 爱互你破坏去，甚至有时吼，你雄雄出声。会惊吓惊着，这时阵伊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安尼就爱甲你扣分。不过，若是因为换场，哦，像讲叫你，啊，你要起来，物件无注意落去，即部分因为台顶无人，因为你还袂起哩，所以即部分是袂扣分。因为各县市的工作人员哦，逐年换啦，像讲今年高雄，明年花莲。互迄逐档的老师训的时阵吼，可能一直要求你来注意，有出声就要甲登记，啊登记落来，比赛结束，伊就叫来22号，你来登记签名，是安怎爱签名？因为你头有你的水盘拢欠一声爱扣分，这一部分2部分处理。台顶若有人你甲人影响。你着爱扣分，啊，若是换场物件落落去，安尼着免扣分。哦，所以即部分甲囡仔反复就好，甚至哦，甲囡仔小交代一下，即物件哦，反而好势啦，莫放喺会落落去的所在哦。啊，这个是一寡扣分的规定。啊，来看图讲话一寡美感吼，普通来讲，囡仔其实离各位老师真用心的指导。起承转合即4张图拢有法度去整合资料，甚至即4张图内底主角，拢讲有法度抓着。啊，嘛人个问即个问题啦，即主角我演讲者，我敢会当角色扮演讲，我是我哪，即其实拢尊重哦，即拢会使。甚至你要讲阿明啊，要讲我，
即种古材料家己编市场大的元素无可能市场大拢变济啦。平均嘛，你着掠长补底，物件较济，你着加讲外，若物件较少，你着减讲外。不哩个一个大原则啦，市场大拢爱讲有对，这是一个大原则。另外啥若向时甲你提醒，我头有讲着，因为咱评分规准就是讲你内容爱完整、爱丰富，所以尾仔爱因心受惠，这是一个较重要的部分109年比赛的时阵，这图有提供各县市。头我放的影片，其实各位嘛当甲各县市做联络。逐档比赛的影片，就亲像讲旧年、前年的影片，拢已经提供县市所以县市应该会当甲这物件，互即个老师来做参考即马网络顶头嘛有遮个资源啦这是廖宗林老师，咱甲看一下来。第7篇酒器，我上趣味食的就是四修规大包的马铃薯切片，3包饼，1罐凉水。暗时哪食哪看我上喜欢的影片，甜蜜蜜的饼有够好食，我真煞喙，一包食过一包，根本都停袂落来。客厅的碰椅甲桌顶，全是我落落来的饼油毋若安尼尔，我的房间底还阁藏真侪四手咧。有包土豆、包乌麻也是包核桃的饼，阁有柑仔糖甲一寡软糖日时食无停，连要困进前，嘛着爱食几块饼才去困。我的笨数人，不管时都等真济包装纸甲袋阁醒来爱食甜的到遐呢。阿母定定劝我甜的毋通食遐尼济，要困进前爱会记哩刷口洗喙。毋过洗喙齿有够麻烦，我则无迄用咧。顶礼拜暗，我甲平常时共款，若食饼配红茶，若看我上喜意的红仔切。雄雄，我感觉喙齿足痛的，痛甲无才调讲话，嘛无法度继续食我遐个四手过顿间早起，阿母随时载我去齿科先咧看。齿科医生讲，伊定定爱食甜，爱啉甜，阁无爱照齿工洗喙。莫怪会皱起啦，若是想要爱你的喙齿较袂皱，食物件了后爱会记哩刷口洗喙。若无安尼，喙齿毋但会皱，反说阁会歹了了，变做无牙哦。自即摆艰苦了后，我就决心毋阁食遐尼济糖仔饼。而且我嘛会逐工刷口洗喙，甲喙齿顾互伊用啦。廖宗林老师，你伫各位的 YouTube 顶头拍廖宗林，伊若有18部影片，会使来参考来，抓起咱来看囡仔。各位评话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编号第26号。今仔日我要讲的是18号图，阿明出去又去。阿明是一个真爱食饼的囡仔，逐工拢把饼当作是咧食
地点拢比伊的册搁较济。伊逐工拢食遮尔济饼，伊的阿母拢甲伊提醒讲：阿明啊，你逐工拢食遮尔济饼，你食了爱去顶去洗你的喙，无会出去啦。阿明就甲阿母应讲：好，阿母，你烦恼啥物啦？咱喙齿遮尔啊弱，哪有可能会出去啦？阿母，你别烦恼。有一天，阿明甲以早共款，对补习班回来了后，就坐伫人客厅的放椅底悬，开始要食伊的饼。咱看伊的册，伊无啊讲，哎哟，足甜诶！伊手里面册就安尼落入来，阿母赶紧走入来，阿明啊，发生啥物代志？阿母，我喙齿有够疼呢。阿母就讲：阿明，你先去甲你的喙洗洗咧，明仔载我带你来去看医生。下昼间，阿母就带阿明来到病院看喙齿。医生看到阿明，就甲阿明讲：阿弟啊，你免紧张，来，甲你的喙拍开。阿弟啊，你做啥呢？你敢是食即个糖仔饼？食了拢无身体啉水，嘛无去洗喙。对啦。医生讲，你做屁啊！所以对阿明即个囡仔的身躯顶，互我就觉着，咱应该爱时常注意家己喙齿的健康。咱的饼食了，嘛一定爱去洗喙，咱的喙齿才会当健健康康，大家嘛才袂出去。我的老师叫龚大家，演说时间2分52秒，请评判委员提问。非常好。是说的孩子哈，或者这个先我先请哈，被他的人就听哈，那个人就听过，你说到这边你们先做。我捌做起，不过我捌一摆，就是洗喙的时阵无洗好，去面就去撸着我的喙齿，我的喙齿就足疼，就开始挠过。不过妈妈若是有带我去看医生，医生就甲我讲，以后若是在入去的时阵，快愈到受毒啦，才袂后悔。你有需要要安怎多几个去决定？咱食饼了后，会当去啉一罐水，甲阮喙齿一寡卡伫咧喙齿的饼，会当甲伊洗掉。你拢无注意吼，所以吼，总是生理的，你大家来分享，你是安怎你的喙齿的，保持你的喙齿的清洁啊？我逐工起床的时阵，我拢会先去洗喙，中到食饭了后，我嘛会去洗喙。若是下晡也是下早，我有食点心，我一定会啉一罐水。暗时要困之前，阁会去撸一摆喙齿，我就袂入去啊。他你去吼，你当中去看过皮科，你有想做？我有一摆去互人挽喙齿的时阵，我看到医生摕迄个名我感觉足恐怖的，所以我嘛足紧张，一直流汗。不过阿母嘛一直甲我安达讲，无要紧，去就对。我的回答就到这，感谢。本来小钟这个囡仔吼，就起伊拢做起，自头到尾伊嘛足坚持，无要紧，咱甲尊重。不过你看这个囡仔吼，就讲市场图讲完了，伊上尾佫讲，即市场图互我认捌着啥物。伫讲对这个故事内底哦。互伊一寡启发，这是讲伊内容完整，比别人较好，这说莫怪伊会变特优，这是一个真好案例，大家当参考。另外我嘛有
伫网络查一寡资料吼，比如各位训练囡仔，这其实足侪物件，各位可能是讲，你无像我遮尔认真啊。讲起来吼，安珠老师爸无，就是认真搁认真，所以我查足侪资料，包括这香港的吼。这市场图不离个即种啥时顺时爱看好势吼，这是咱教育部前迄讲迄个考的吼，也算这我拢查足侪资料啊，这拢要送互大家做参考，因为要训练囡仔，咱手头一定要有物件哦，所以这是讲哦，我资料传足侪哦，网络会像讲即张图，会看即张图，你会想对一句话来甲我拍互我看者来，即张图。伊的主题，我通简单一句话就来形容，用拍的来。即张图我会当讲啥个？一句哦。世界图。爱水毋惊流鼻水，哎哟厉害！会着本来拢拍出来啊，搞，好，安尼大概小这啦吼，因为我物件足济，我就无爱搁看你，我放喺分顶，会当甲各位分享。另外，一个物件要甲各位报告，就是讲全国语文竞赛，你拍即条字，教育部逐档。拢甲做一个成果专辑，这内底你看，你甲点去了后，即几档的物件拢有顶头。入去了后，想讲教师组、社会组，迄是大人组，是现场抽题，才有题目。题目每一第一名伊的演讲稿伫遮，你会当参考。甚至评判是公平，伊公平重点要掠啥个？你可能爱甲注意，像你社会组的题目。第一名伊的演讲稿，你听我教授伊公平的时阵，伊建议伫讲一寡物件，就是讲无原走嘛怪怪，应该是毋原走，食工课嘛怪怪，食头路啦，做工课，类似安尼一寡语词，其实遮个评判讲的物件，咱若是会当加注意，其实咱较袂犯即项因的错误，所以这。全国语文竞赛成果专辑遮吼有真好诶物件，各位你着拍全国语文竞赛，安尼着查有这物件成果专辑遮吼，这算会当大家帮做参考包括一寡语音变调问题啦、轻声啦像讲这拢爱注意这算演讲一部分，咱着先讲到遮所以咱来看朗读。朗读即马大家拢讲出版社有提供音档，甚至袂晓讲台语的，甲考音档，嘛有法度调整，甚至全国赛，以前有一个查某老师，伊平时拢袂晓讲台语不离个，伊本身有华语朗读的技巧，所以伊可以爱运动，伊家己训练，因为早期迄个大人组嘛是有运动，所以尾仔咱做一个改变，就讲大人。110年开始，你嘛爱去现场32分钟，互你准备。这就是因为咱发觉着讲，代志哪怪怪。即摆嘛咧思考，囡仔真正话是靠死背，这毋是咱要爱的台语囡仔。所以要安怎来改变比赛的制度？可能我会留寡时间各位嘛当思考看觅。嘛有人建议啦就是讲。咱本来是朗读4分钟，敢会当读3分钟就好。另外，下骹加一段，算咱另外一篇下满一段，互伊会去读看觅咧。变做后壁即1分钟的文稿是出版社运动内底无的，是现场抽的。我感觉这嘛算会当做一个参考。对即种改变，恁嘛会当发表恁的看法。因为若要改变，讲实在，县市主动的力量足大，这嘛是咱爱去面对的。不离个，咱嘛是爱针对问题来做一个改变。足侪囡仔真正袂晓讲台语啊，
安尼伊讲伊台语朗读会当着顶，安尼实在怪怪吼。什物是朗读？朗读就是爱响亮，所以你声讲起来朗读吼，毋过声爱响，不离个毋是破格声，哦，所以有时爱甲注意一下。讲解甲朗读差倒位？讲解就像亲像一般的国文老师上课，爱查查死死甲念出来。不离个朗读是我的，咱咧听伊朗读过程当中，咱咧头壳顶，咱有一个画面，伊咧讲啥？哦，这落雨暝，啊，甚至讲啊，因老爸去互即个囡仔恐吓，啊，规家人吼要走路，爱惊吓，迄种心情，朗读的时阵有法度甲表达出来。这就是一种真好的朗读吼。讲解上知影，不离个朗读是互人感受。哦，所以差上大的倒位，伊心内敢有法度理解你要所读的物件。所以读的毋是甲字音上机器安尼，一字读出来。重点是讲伊有法度，互你听众甲朗读的人。做伙进入作者伊所营造迄个情景内底吼，所以朗读就是清楚、正确、响亮、有变化。啥物？就讲迄语调有关系吼，速度有变化，这拢是爱甲注意者吼。所以有时你讲一个朗读者，朗读无一定爱读出去，你若认真吼，朗读是一定爱读好完。不离个全国语文竞赛朗读，你当配合你个作者内底伊个修辞，甚至有时紧，有时慢，毋当用固定个速度咧读吼。有时吼，可能是咱讲话有咱家己用词的一寡习惯，像咱定讲真牛，不离个作者若写足牛，你着爱读足牛哦。所以有时即种物件就是讲。爱尊重作者，朗读像上大，作者上大，所以作者伊要表达出来的是欢喜、惊吓即种物件。你咧朗读时阵，爱甲迄种感情吼，有法度正确甲表现出来吼。好的文章有艺术的力量，所以有时种声音的关系、速度的紧慢、声音的大细。甚至轻声、重声，甚至有时吼，虽然讲朗读评判无一定会看你的面，不离个你若有法度进入迄种状况，你咧读的过程当中，你对咧欢喜，对咧悲伤，其实你面部的表情会当互你的声音更加有感情。什物即部分哦，我感觉什物叫艺术？来，咱来看一个影片吼。什么叫轻重、轻慢吼？收一下，你看抗战情节嘛足重要。你看迄头安，迄节奏，互迄指挥控制甲足好。即就是讲，咱咧训练囡仔，咱就是迄个指挥，爱互囡仔有法度了解着讲，即篇文章伊的紧慢强弱，吼，这是爱甲注意的。来一寡物件吼，语音占45%，而且清楚甲各位报告一下，就是讲出版社伊提供的音档，一般拢是安那，照普通的速度来读，哦，所以你要有法度摕着较悬的分数，你想嘛，这音档大家拢有，啊，你甲照咧读，你若有法度摕较悬分数，可能甚至有一寡部分，你要甲做一个加强。哦，什物时阵爱紧，什物时阵爱慢，倒位爱轻，
倒位爱动，吼，即拢是各位爱训练囡仔吼去甲找好出来吼。啊，另外莫假咬，谈着还是讲闹交，白讲介你假你，即拢毋好吼。啊，声情就45%，就讲你有法度甲作者要表达的意思真清楚，甲讲学出来，互听众会当进入作者来伊所写迄种情景内底，吼啊，甚至会当甲伊做伙欢喜，做伙悲伤，哦，这拢是一个真好的朗读表现吼。啊，台风即部分其实较无啥物差，因为讲真正你双手摕稿，啊，你伫遐读吼，其实拢差不多，哦，所以大多数，咱做评判，囡仔嘛当甲先讲者，若你咧读的过程当中，评判一直压笔，伫遐画者，你代志就大条啊。不论画一个，就是迄个音爱扣分，啊算的爱扣偌济吼，再来拍分数。哦，这就是爱读得着，吼，读得着，读得顺，吼，这较重要。每一项拢是4分钟，啊，大人是32分钟。有人问即个问题啦，吼，是安怎演讲是准备30分钟，啊，大人朗读者爱准备32分钟。敢有人用拍者？是安怎？毋是30，是32。来。这就是制度的设计，一定有伊的原理伫遐嘛。是安怎是32，毋是30？是用讲较紧，来举手一个。举手，我再来点名。老师，我拢遮秘书啊。这32分钟，就是因为一人8分钟，一个起来，一个落去，所以换场的时阵吼，安尼拄啊好。哦，所以这32分钟拄啊配合4个人次，一人8分钟嘛，哦啊4个人安尼就算会使，哦啊算这大家拢要做参考，哦一个人4分钟，啊32分钟拄啊配合迄换场，哦。学生组事先的公告，大人爱靠家己，甚至嘛有人爱抗议啦，啥袂当炸书店入去，因为这甲单位报告吼，就是讲。你会当炸物件，只项物件尔，平方啊有哪无？真正，所以爱靠啥物？靠平常时你认真去准备，你有诚好的底子。哦，你平常时接讲喙的时阵，接做手袂顿，讲歹听，你个拢传遍遍咧等伊啊。无论抽到啥物，你拢我都甲读得真好哦。即马就是讲，因为咱台语。规定袂当炸，本来华语大人佫会当炸哦。即摆华语，互咱牵拖场哦，连咧大人嘛袂当炸，干若炸一字多音心定表尔，就像咱咧平方嘛，迄一本吼。所以伫遮小注意，囡仔入去袂当炸家己平常时训练的朗读稿，爱摕抽啊了后，台话互你迄个朗读稿。啊，大人。囡仔是准备8分钟，吼，啊大人入去是准备32分钟，吼，而且甲各位讲一下。所以咱咧找囡仔的时阵吼，发音我足重要，因为是哦，你若甚至讲即个囡仔红仔头较水，伊早拢会重视迄个外貌协会，啊，就讲找一个哦，即个水姑娘仔来参加比赛，不离个咱即个是朗读伊的语音上重要，吼，所以即要安怎？甲找出较好的学生，这是真重要美角。啊嘛，有诶老师讲，即摆有囡仔要来就偷笑啊，即嘛是咱推动台语的悲哀。啊嘛讲各位尽量啦，啊上个过程当中，互囡仔感觉
讲台语、学台语真趣味，伊愿意来学习。而且这有时爱甲囡仔小怪一下，就是讲你若参加全国赛，国中考高中，还是高中考大学，有诶县市、有诶学校有加分诶制度，所以你摕着一种全国赛教育部诶奖状，加分是加足济，所以当帮做参考另外就是讲，有时咱一个囡仔诶个性。咱会当看伊诶外表看会出来，外形爱水，爱好笑神，好笑神得人疼，较好家己硬拍拼。因为有时你看迄个囡仔定定面凹面臭，我甲伊讲，你若找伊来训练，迄是野家，野家。你看伊可见伊平时伊拢定定性地无好，你要找伊来做这艰苦坐挂，伊艰苦，你嘛痛苦。所以毋通互相虐待，毋通安尼另外就是讲，语文程度爱好啦共款一篇文章，人画囡仔巧，讲头伊就知尾，伊就知影即段文章内底要表达的是啥物意思。有诶囡仔甲照音档四倍，内底到底是欢喜、悲伤、惊吓，还是咧丢除，伊拢毋知影迄种 tempo， 就直接。照因当安尼读，其实就是讲欠缺一种啥物感情，欠缺一种温度。这是讲除了运动以外，咱有法度甲囡仔斗相共的，爱互伊了解这文稿内底到底是啥物意思。另外一部分就是讲爱有动头，因为这训练过程当中真正足辛苦，不哩个。即马嘛有足侪生囡仔，甚至就是因为参加全国语文竞赛，甚至即马考大学台湾处在方式，即马为像家人迄个样去清华嘛，客语有一个去保送去中央，拢是语文竞赛关系另外就是讲，咱咧找囡仔时阵伊家己嘛有迄种感悟，我要调整。若无甲老师、家长伫边仔一直哭撞，伊就袂晓无紧，讲是安尼训练起来其实足歹剃头，因为伊就无想要来参加比赛所以伊若有迄种决心，咱做老师，互一种专业的指导，我相信对伊帮助应该较大。不哩个，伊若无想要上台，伊无迄种积极的态度，咱大人搁较认真嘛无路用。训练过程当中，伫遮嘛提供互大家做参考啦。即为校真正差足济，包括校的主任啦、校长，甚至有的校阁会结合家长会的经费，做伙来训练，这拢是真好的。不哩个伫遮嘛各位报告啦，这有时欢喜做，甘愿受，就讲请别间校。会当有家长会训练时阵，互我钟点费，啥阮校无，恁校无就是无嘛，这就无法度。因为每一间校状况无共款就亲像人兜拢驶迄种电动车，我嘛是共款驶咱Toyota，对不对？这是无法度，每一家有每一家的状况另外就是讲文稿的用字思虑，一定爱互囡仔了解。互伊了解即段作者是要表达什么情绪，伊要表达什么想法，这一定爱甲讲个清楚另外，因为即马有音档啦所以要登档的所在可能较少，因为可能我阁会提供罗家平老师的资料互大家参考，就是讲我倒位爱读本调，倒位爱传调轻声变调，还是固定轻声变调这种有一寡资料会当大家帮做参考。另外就是讲，你朗读过程当中迄种音调的关系、速度的紧慢，一定爱小可做一个变化，互人听起来会对你讲的物件，就亲像咱以早听迄个王老天广告安尼，对迄内底真在紧张、刺激，咱就对你紧张起来。你毋通安尼紧张、刺激，你安尼无人问呢，听起来就无迄种气味这有时爱甲注意一下。
另外就是即部分，就是讲评判掠，多数拢掠这啦吼，录音啦、合顿啦、入声啦、文白音啦，尤其是数字吼，这个逐个讲即个，若是讲算物件，1、2、3、4、5、6、7、8、9、10，这个是用白音。啊，若要读诗词，你着爱读1、2、3、4、5、6、7、8、9、10，像吼，亲像讲迄落。1代亲，2代表，3代就毋捌了。你看这1、2、3，啊，你读啥？3书2行，这个毋是三书啊吼，3书2行，这就是文白音爱甲注意者。另外气势，我感觉有时吼，囡仔会得顶，袂得顶，甲开喙，人就知影即个会得顶，袂得顶啊，因为啥？气势无出来，啊，有诶是气势，人随读哦，即个厉害哦，安尼目睭就提音耳仔着你较认真听哦。另外就是讲作者安怎写，咱着照伊写，莫假咬，莫黑白共加，黑白共改，嘛莫黑白共我哩共接去，像这嘛是无例外，你毋通共变做读做嘛无例外。露天实在真好耍，啊！你变露天实在真好，听起来是会顺啦。不哩个作者有耍，你无耍，安尼歹势，我着爱甲你扣分吼。袂使换字，着有，伊写着有，你袂当甲讲着是工厂，你袂当换做工厂。你可能是讲，啊，我拢惯势讲工厂啊，歹势，迄是恁兜诶代志。作者写啥物，拢托着爱照作者诶用字。啊，着是你甲改嘛着是，教学交文，你甲变老交文，啊，你袂使。另外，这个是定定出现，因为拢会通啦，足好食，诚好食，真好食。啊，另外佫有一个佫较悬诶，啥物好食？会晓袂？咱台语形容词诶最高级，足好食，诚好食，真好食以外，介好食，夭寿好食，来，介好食。甲夭寿好食，对种较好食，上好食，夭寿，真正夭寿好食较强吼。另外，莫有白加字啦吼，着爱传后边，你毋通改，着爱先传后边，安尼毋通。哈利王就去出竞赛，安尼着好啊，毋通假咬，就去因兜做竞赛，安尼袂使吼。另外就是讲。每一段爱读顺，一寡词规句，有时吼，飘点符号，毋是咧飘好耍诶。伊若逗号，你可能头前后壁爱搁念诶；啊，若句号、句号，你可能爱搁听一个较久淡薄。啊，另外就是讲爱有感情，这个是讲一个上阶层诶朗读者，伊要有即种能力啊，这本有针对一寡物件平均朗读一寡物件，恁会当帮做参考。所以咱咧即个囡仔是讲爱读个对，读个自然，读个煞拍。啊，你重点是啥？爱有感情。是讲我听你咧读过程当中，我毋是咧听你咧念课文，我对咧欢喜，对咧悲伤，我对咧紧张。这个是讲一个互囡仔爱有迄种进入迄种情景敢若会讲学着，讲学好，讲学水，这个是咱朗读过程当中3个坎站。讲学着，这是基础；讲学好，就是讲袂顿底，讲足顺。啊，讲学水，就是讲迄声情感情拢有，迄是够赞诶，听了够水这水气诶朗读内容爱正确，听念爱煞拍，就是讲句号停爱停较长者，顿号停较短者，逗号停较短者。语气爱自然，有诶可能就是互老师抄一个伤超过，一听起来结果互伊皮皮喘。恁敢知影？阮受诶痛苦，这有时无需要读干尔。恁敢知影？阮所受诶痛苦，安尼就会使另外就是讲有一寡符号，我会建议讲，咱即摆拢靠引导，其实咱爱训练囡仔有迄种自我学习诶能力。
哦，所以讲囡有轻重，我拢配合 Word， 就这下骹吼，会靠这刺膜糖这爱读较轻的。啊，若重点关键语词，咱就画两撮爱读较重的。啊，若一点，你就是安那口号较长，头较慢。啊，若想济，你看伊这物件较济嘛，这较短，表示爱读较紧一下。哦，啊，声音有大细，你看若拍一个这符号，伫讲后壁愈来愈强，啊，电脑柄可能声音爱愈来愈细声。哦，这有是语调关系哦。看暂停一下，毋通伊赶，啊，人个作者讲到，尤其是囡仔朗读，定犯的错误就是讲，第一段读完，第二段随来。作者伊当然是设计第一段、第二段，互你读出来根本都无需要，啊，去叫做一段就好啊，是毋是安尼？哦，所以伊个标点符号一定有伊个用途，爱甲注意哦。哦，所以这有一寡物件，长词，啊，像我即摆逐个拢甲朗读个长词变做书写个长词，像我毋过伊明仔载无用，啊，有人为着长词，毋过后壁拍一个逗号，无需要安尼啦。哦，也毋过安尼嘛毋通，哦，也毋过因老母都无同意，安尼一句话就好啊。吼。另外，这较趣味就是讲迄落，即中爱停。哦，这是我以早做评判听一个足趣味。迄篇的文章叫做《爱对路》的，作者是王秀荣。哦，结果迄个囡仔上紧张，甲读做啥？爱对路的王秀荣。哦，爱对路王秀荣，安尼听起来怪怪的吼，毋通安尼吼。啊，若两个弯口特别是爱停较长。哦，啊，若这刺膜糖读较轻的，两撮。读较重咧，啊，若一点读较慢咧，哦，啊，三尾迄个读较紧咧，哦，这拢算一寡符号。像这长数啦，一丛较大丛，一蕊5箍，吼。像这咧长数是，就讲买菜加葱，买菜加葱，安尼才有共。倒一个是买两项。第二种，对，买菜加葱，安尼是买两项。买菜加葱，这是安怎？买一送一，吼，这个是测试长数的时阵爱注意吼。另外，你讲爱小停的时阵，吼，小注意，毋通爱对路的王秀荣，吼，这毋通安尼。啊，若作者读完爱讲每一段之间爱更爱停的时间较济淡薄啊，吼。啥物爱读较轻？倒人员细细声讲，大家倒人员细细声讲，大家点啊听。因为这时你去看火金姑嘛，啊伊也伤大声，会甲火金姑惊着啊。你看作者已经讲细细声，你无可能讲倒人员细细声讲，安尼毋通啦吼。这变做爱配合这伊的内容，踮骹踮手。稳稳啊行来湿的草坡啊边，类似安尼，小可甲切一下吼，读轻的，啊，啥物佫读较重的，头一成绩无介好，毋过我拍断手骨，颠倒用，佫较面烂合适，像安尼，伫强调啥物？头前我无讲成做好，毋过，就是要强调我安那，我已经开始认真，我开始拍拼。来，这两句吼，敢分得清楚？水清啊，甲水清啊，重点差伫倒位？水清啊，重点是啥物？重点是水，啊！伫讲即个水可能本来塌掉的，啊，即摆甲清了后，变做拢会通啊，水路拢会当行，迄叫水清啊。啊啦，水清啊，这强调啥物？本来
水较落，即马找着了，水变较清，这是顶届听我咱清华老师讲的切亏啦来，会晓分的，到底是相甲相片？欺骗你的朋友，欺骗你的朋友是啥毋对？是朋友毋对，还是你毋对？欺骗你的朋友，是你毋对，还是朋友毋对？袂歹啦，敢若一个。老师，我头一句是欺骗，是朋友，是咱毋对欺骗。第二句应该是朋友欺骗人啦。嘿啊，欺骗你。阮两个意思无同诶。对。啊，欺骗你的朋友，欺骗你的朋友是啥物人毋对？阮朋友毋对啊。嘿啊，所以这你爱，因为你骑车变条，我第三条啊。所以有时车注意。另外这两撇的是加重音，即阵台湾满四季拢有咧卖智商便当，你看满伊要强调，你讲四季拢有啦，另外咧一点时间较慢呢，逐工拢嘛面忧面甲，是安怎？心情无好，有代志咧烦恼啊，所以讲话敢会紧，袂啦。台湾人当然爱讲台湾话，这个是要强调，这是重点另外这是较紧的，伊会写紧啊，紧甲迄水应菜别伫喙内，伊个强调，你看作者家己会写紧嘛，所以你读的时阵你嘛对咧紧这有时较注意，一摆我袂当顺利伊啦，爱个叫我悬，即马恁祖妈袂爽，袂当搁互你大主大爷钱白借啦。所以变做即种地方啦，加强阿母神秘，甲我叫去房间内，你看，变做安尼语气甲上济人。来，即条歌人要读看卖来，啥物叫后壁愈来愈强？伊即三句用顿号你咧读的时阵普通足侪囡仔拢读平。安尼当初是作者无需要安尼写。来，啥物人要读看卖？老师，我要读看卖。好来。愈来愈济，愈来愈多，愈来愈水。你三个拢变悬呢？嘉老师记得。讲后壁爱愈来愈强。来，搁来一个来。愈来愈济，愈来愈多，愈来愈水。有比头仔较好啦愈来愈济，愈来愈光，愈来愈水，对毋对？安尼甲无作者伊要写分三部分，对毋对？来，即嘛是愈来愈强来，即嘛啥物人要试看卖来？这部分，紧嘞。老师无人要来，互我来好无？你要注意愈来愈强上头安尼伊若是一春，又阁是年春嘞。你看你安尼头前后壁有共款无？我毋知影。有啦，你有比头较好啊！来，即马来开一句来，啥物人举手？吕好，你好来，吕晓。感谢，我试看卖来来。下骹迄句。祈求平台，船啊出海平安，万行顺遂，掠着大鱼赚大钱。来，搁较强一个，搁较好你掠着这爱互囡仔去注意着一寡爱甲囡仔注意的物件。你讲比赛爱注意另外讲报道的时阵较早去的。若是会使像大家小练一下安尼就好。
抽题抽了，这讲实在，即部分较无啥问题啦吼。有人问讲要安怎读？因为伊迄是 A3 的大细，你着甲对拗，大头要放内底，剩个4支镜头放外口，安尼甲摕好。拄开始报号码，你可能双骹徛坐坐，报完了两脚甲开开，因开开安那徛较窄吼。这当讲参考啦吼。头前一个点的时阵，变做会当啉寡滚水啦吼。然后较袂晓担，各位评判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行一个礼安尼。我是22号，今日我要拢读的题目是第12篇。这时阵双脚就甲分落开，看图走甲跟甲头边看着会使。豆豆来小等一下，因为啥？因为评判伊可能咧针对头前迄位选手，伊的分数佮你遐丢除还袂拍好，你着小等一下。我头讲着。你开除了1分钟，其实免紧张啦吼。你甲等4个评判拢醒过来，拢差不多啊，你就当开始来朗读。小等伊一下哦，因为你有人有步，就是互家己有路。啊，话骹手较慢顿的吼，啊，你搁伫遐甲赶，爱气我歹呢，肯定甲你报一个鸟鼠后弯，啊，你就完咯吼。我相信大多数的评判袂安尼啦，吼，是讲滚装者，大家拢参考吼。无一定爱看评判，毋过目睭一定爱看你的文稿。以前捌有一个选手伤可惜，是讲阮读啊足熟啊，头举起来甲评判看一下，结果变做下骹要读有得蛇，紧张变个跳蛇，安尼就毋好吼。身体有时朗读的时阵，无一定爱规个叉死起来啦，有时就讲配合内容，自然安尼下就好，莫起动。起来讲动作伤大吼，这当大家讲做参考。遮年前遐有96年到112年，即几档的朗读文稿拢放喺分顶，吼，伫迄个矿5遮有水我遮还袂改。我昨已经甲112年的吼，咱嘛放起哩啊，各位当来参考者吼，这有一个物件共款。头这个实验线有讲评。遮嘛有针对朗读的一寡讲评，吼，像个朗读篇目，一寡罗光成老师讲的物件，是讲即个音甲音、舌尖、舌根拢分袂清楚，吼，像这小注意一下，吼，叫倒位爱轻声变调，吼，若是要成功，爱练基本功，比赛有着顶一声音难忘，吼，这是讲送互各位咱做一个收尾。一名出版社有引导，去各位得记。另外就是刘家平老师这吼，拢甲你调好好啊，互你像这安尼，两撇的就是读本调，吼，然轻声变调，随情变调，像讲迄落来头前。第1条会做，共阮第1条，头前第5条、第7条读第7条，若剩诶变做读第3条，这算刘家平老师每一篇拢甲你标甲足清楚，这112年你有注意到无？刘老师最近身体无讲做好，不哩个有代志甲拜托伊嘛足紧甲咱工课拢做好势，这大家当参考一下。所以咱今日讲读者剧场，吼。今年的全国基本竞赛第站结束啦。今年呢有新增加一个比赛项目，就是本土语言的读者剧场。港帮的学生囡仔爱合作，伫无机对话情景内面读剧本。透过这款的方式，希望学生囡仔会当甲无机变作是生活语言，毋是为着比赛才来学的语言。bingo， 这声随着奖，哎哟，着啥物奖啊？着你的白图啦！手提剧本用台语演出学校内底的故事，声真到发音正，因是台北市南港国小6年仔的学生，想要互伊伫个学校最后一年会当去学
外口看看的，看别人啊，甲别学校去做交流。用台语交流，老师讲的交流机会是全国基本竞赛今年新办的本土语言读写剧场比赛。这个同班的学生经过各外国的练习，随时得到全国特优。就做欢喜的，搁嘛做感动的，就是咱遐尼过来伫练习，安尼就第一名，安尼做欢喜的。阿公阿嬷是阿爸母拢会讲啊，因为因是南部的人，所以就是平常时国语甲台语拢定定讲。读写剧场强调用对话的方法，互学生伫日常情境内底讲本土语言，嘛透过评审提问，互囡仔毋是干那会晓背稿，佫着会晓使用语言。透过咱讲囡仔即个演戏对话的过程，因可能会感觉讲台语是一个足趣味的代志，吼啊。可能希望讲，因为透过安尼比赛，有愈来愈侪囡仔会当来参与。本身嘛是台北市本土语教育辅导团调集人的张家芬表示，这个比赛限定共班报名参加，可能嘛会当带动伫班上讲本土语言的气氛。记者林苏小古林台北报道。这个讲到一个重点，一定爱共班哦，因为这是。前行政院长，伊感觉咱迄个情景式演说已经办甲足好，啊不哩个吼，情景式演说拢甲一个人，敢袂当互较侪人像即个囡仔呢，拢会晓讲，啊人家问会晓应，会晓回答，哦，所以因嘛讲会当搁办一个较大，人较侪，哦，所以就是有咱的读写剧场，哦，这嘛是我第一届去行政院吼，啊，什物是 RT？就讲朗读者的剧场，啊，其实一个重点吼，变背，不哩个旧年吼，差不多大家拢咧背，这是一个真无好的现象。所以今年是安怎个继续试办？伫讲各县市无法度配合教务想要爱的物件，所以今年阁继续试办。所以而且今年甲各位拜托，今年咧指导囡仔时阵吼，请训练囡仔目睭一定爱看剧本。旧年制度的时阵吼，可能无设计好势，所以话拢靠死背。今年吼，你若无摕稿，会去用扣分，哦，所以特别注意。另外无需要做一寡有诶无诶啦，增加负担无需要。咱重点伫口语表达，毋是讲靠你穿诶服装，还去穿一寡有空无顺诶物件，迄拢无必要。嘛无需要布置，简单就是人来就好，哦。就这样吼，为头我去，那甲看着你看，其实穿足侪物件，无必要呢，哦，这是无必要的。动作莫伤济，像我兜迄老师咧教啊，每一个囡仔啊有一个共款的动作，啊，咱是来读写剧场，毋是来做体操啊，无需要逐个动作拢共款。重点是迄声情，你要表达的意思，要表达清楚，哦，这才是重点。哦，所以这嘛是配合10年国民教育，哦，咱拢是为遮来。即嘛伫讲老师咧教过程当中，互囡仔会当做伙来创作。所以毋嘛讲这剧本，其实会当为囡仔的生活当中吼，咱来设计。而且吼，先回答可能较领人会问这个问题啦。剧本要倒找，我找一寡物件互你参考。就头有人问讲吼，个情景式演出来图，我嘛替你找好。问就是啊，各位我找好，啊你指导就较清楚，啊安尼大家有共款做伙甲即件代志做好，这较重要吼。啊，所以有时无需要用伤济押韵的物件，尤其吼时事拢上，即个毋通啦吼。一个简单的观念是讲阿公阿嬷安怎开讲，恁就安怎讲，吼，这较重要。大家好，行嘞，大家好。今仔日阮要表演是白鹿闪人。阿弟啊，你吹咱讲无好？不要紧啦，咱即马是一个社交运动，毋免到吹啦。恁两个莫搁伫遮开讲，讲遐有芳无顺的代志，老师咧叫啊。我才有去个美国时间，踮遮睡觉，拢嘛是混啊，拍唱。迄有人哦，刚才我先了解，
班长，你看啦，阿弟仔讲啥物伫外口毋免报数，伊明明就一直拍骹球，害我伫伊边仔一直伤足忝的。我讲遮的囡仔，安尼吵闹。另外是安怎爱用班级？因为以早吼，咱嘛惊啦，就讲咱这是为着要推动台语，希望教学会当做一个改变。尤其旧年咱嘛知影国中、高中开始来教，希望讲即种比赛会当互国中、高中的老师咧教过程当中，会当甲囡仔声讲，教部有即种比赛，咱好来练习。后摆你考高中、考大学，拢会加分哦。变做有一种。互囡仔加上过一种动力吼，所以而且甲各位提醒一下。另外，一定爱生活化、趣味化。所以有时吼，麻烦尽量徛伫囡仔角度来看问题，因为咱用大人角度吼，拢要讲教育，尤其做老师，大家拢做惯势啊，较袂着是讲，主题爱正确，袂使讲迄543。我甲你讲啊，囡仔若讲543，颠倒较趣味。较趣味，你想分数一定较悬。大家拢讲查查死死，讲实在啦，囡仔兄就是囡仔兄，互伊讲伊趣味诶代志，伊想要讲诶物件，这才是咱所要爱吼。所以这以早甲即摆有一寡无共，甲各位提醒一下。即摆就是讲，若讲即间用共班诶哦，以早国中、高中因为还袂开始，所以变做会当。全校甲上好诶客家做伙，不哩个安尼造成一个状况，就是讲，迄话看起来足明显，就是拢台语足敖诶人。其实咱毋是要甲这个足敖诶人切做伙，咱重点是讲台语即节课，老师教得足好，囡仔上课定会用台语对话，当然佫会甲大人讲，这才是咱要爱诶物件。所以这今年已经甲即部分汰掉。所以袂当下过年级、下过班级，这以早会使，今年拢甲汰掉原则上本来是6个到8个，今年做一个修改，减一个6个到8个，5个到8个。另外即部分嘛有人咧问啦包括我前阵仔办客委会生活队的比赛，有采访咧问讲，阮人较济呢，分数敢有影响？我是切切来甲讲啦即部分会甲评判小提醒者，人较济，讲实在老师嘛较硬斗，人老师找遮济囡仔来，这就是咱要推动的目标嘛。即间校会当配合咱这目标，是毋是咱的分数会当较悬一个？你就知影意思即摆旧年是6个到8个，今年改5个到8个就会使共款袂当参加，就是讲你来参加读册剧场。今年11月25是读册剧场，11月26是春的全国语文竞赛，分做2天。虽然无共工，不过嘛无欢迎囡仔2天拢比，留个机会互别人。毋通你做哦，我知影你做哦，不过嘛无需要安尼留个互别人着这种机会有也着减啦，有量才有福另外下班组队这是袂使所以基本上拢是共一个班级。啥物叫共一个班级？这爱甲各位讲一下，因为有可能你学生囡仔是因为是安怎线顶上课，所以阮的认定是安尼，共一个老师，共一个时间所上的课程，安尼就是叫做共一班。尤其原住民有可能伊即班的囡仔甚至是无共管区，即嘛是有可能。这叫共一个班级，爱听无？就亲像有诶客语，尤其台语较无这问题啦。像讲客语，伊可能甲4班扣做1班来上课，不过伊是共迄个时间，共迄个老师来上诶课。即个班级学生是来自无共诶4个班级，不过伊是做伙来上即个老师诶客语课，安尼即个囡仔就算共一个班级。这个定义安尼听有无？
所以重点毋是讲制度，就讲咱编班的时阵，1年1班、1年2班、1年3班，咱是用上课迄个物件来做一个规准吼。共一个时间，共一个老师上的课，安尼就叫做共一个班级。啊，若恁校人较少，因为有诶偏乡嘛，伊可能一班可能3个，无要紧，因为你是偏乡，你提出证明，啊，阮就知影哦，伊这年级敢剩3个，即摆有诶年级剩2个，剩1个嘛有，安尼就使。不哩个一个敢会当来参加读册剧场，一个你若才有才情，你着去参加情景式演说，哦，一个着较无适合来参加读册剧场，哦。啊，若社团，我倒特别强调讲，共一个老师，共一个时间上的迄节课叫共一个班级。啊，若社团，阮会惊足侪校开始认证，啊，变个甲一寡台语较好，去叫做一个，比如讲因这叫台语社团，啊，这是为着要调整，甲咱推动的方向无共，哦，所以即本就袂使。哦，就讲偏向较细间的无要紧，上少2个，我头讲的，若一个。你着去参加情景式演说吼，啊，若较紧，今年应该较无即种问题诶啦吼。啊，若讲扣掉迄种较紧诶人，啊，搁剩一个，安尼就袂当比赛吼。不哩个，今年即个问题是讲，你平时已经训练好势啊，你临时临邀一个无要来参加比赛，你变做爱前一工，你着爱甲本来5个人要讲诶物件，即摆可能剩4个，要安怎去分配？即老师着爱有法度变巧吼。啊，若市赛安怎办？尊重啦。各县市若讲各位有啥物意见，建议各位吼，恁当写去市长信箱，讲迄个县长信箱，甲恁意见甲县市来反映吼。啊，来有一寡无共诶所在，注意吼。即摆伫讲迄个自由创作，教育部。公告嘛是甲去年公布的共款，因为你想啦，迄拢是对拢图文稿来，拢图文稿迄是书面稿，不哩个你要读册剧场，迄种是生活对话，内底爱有足侪角色，有足侪情景，毋过咱的拢图文章吼，讲起来较无适合，所以上好的物件是安怎？老师嘛你家己创作，哦，所以进前教育部公布一寡物件。即大家讲做参考啦，不哩个，阮做调查啦吼，旧年台语拢无人参考，台语可能客语有人参考啦，啊像这朗读稿其实要来改，我感无遮对当吼。啊以前吼，旧年是讲会当用朗读方式无限，不哩个这造成一个问题，变做话变咧诗词朗诵，咱讲话毋是安尼讲啊，所以甚至吼。你要查毋查无要紧，不哩个你若无查，就变做安怎？你咧背稿，安尼较毋好啦吼。所以即摆有甲做一个改变。今年这到月条后，你看，今年一定爱用生活对话，就是讲甲即种方式限制掉啊。一定爱用生活对话方式，而且一定爱查文本。所以你若无查文本，可能就爱扣分。每一个囡仔拢爱讲有对，其实即马算一个技巧吼。较厚诶，互伊加讲过；啊，较下慢诶，就倒边仔。嘿啊，我嘛是安尼想，安尼就会使啊。哦，所以要找5个到8个，其实各位莫想讲，逐个拢足厉害。你咧文稿即部分，就讲伊负担免啊少无要紧，不哩个重点就是安怎，伊一定爱晓讲台语。因后壁佫一个足重要部分，就倒一部分人会甲问。而且每一个人拢45秒，哦，这个是旧年较严重的部分，因为这是一种理想，因为话有问到，话无问到，无公平，啊，甚至有可能话问到较强的，啊，话较了拢无问到，即嘛是造成无公平的现象，所以上好是啊，每一个拢爱问到，不哩个吼。代志毋是咱戆人想的遮尔简单。旧年有足侪囡仔，就是你甲问，伊讲无10秒，就讲袂落去啊。插离啊，插离啊，我嘛请评判，你着尊重。
伊可能搁咧想，你莫甲赶。若真正搁想袂出来，会建议平反，你搁摕一个问题甲问看觅呢。若真正搁袂晓，安尼好，你休困，评判嘛会休困。就是讲，每一个选手拢有45秒，是大家拢爱问的。所以重点，各位，你咧训练的时阵吼，无一定爱找翁仔头足水的，哦，可能爱找真正会晓讲台语，若甲问，伊会晓应，哦，这算一个重点，因为每一个拢爱问会着哦，每一个拢45秒，吼。莫早这奇奇怪怪啦，吼，像旧年有一个为着伊要装作伊是阿嬷，搁滴一个假头章，迄就无必要吼。即种物件拢无列入评分服装，像头你看南港国小，伊迄算，因拢有去买共款的 T 恤，迄尊重啦吼，毋过迄无拍分数吼。而且是讲，你要摕人物件要共照抄的时阵，问题较大。因为到时有迄个地域财产权的问题，所以上好是安家己创作，家己创作出来的物件，地域财产权是你的啊。嘛人问讲，我若征求伊的同意，敢会使？当然会使啊。因若有书面同意，表示着较无法律的问题，已经授权互你啊。所以伫遮有人问讲，剧本对倒来，这就是要甲各位讲的。上好是结合囡仔日常生活当中。伊发生的代志，咱就摕出来讲。另外，各位咧，因讲实在，我嘛知影，这拢是老师写。不过，敢会当徛伫大人的角度，该换做苦来，用囡仔的角度来看问题。因有时吼，拢大人角度就是讲一寡教育的物件伫遐吼，听起来足严肃。敢会当用囡仔角度较笑开，拍凉的物件来讲。其实读册剧场即种物件嘛是对于英语的读册剧场来，所以空闲，我即嘛有放喺分场要甲各位分享吼。因为英语读册剧场已经办要20几档啊，所以包括空闲吼，另外因阁有出册。恁若有想买空闲的课本哦，嘛会当甲因的业务员来讨看有无？你看这读册剧场爱注意的物件。要怎写剧本，要怎指导，要怎运用绘本，你看人拢有一寡物件当参考的。另外，阁有一寡爱注意物件，你看，甲你写足条长的。这我有甲空闲甲因讨，因同意，所以我有放喺分场，将来会当甲各位分享。这一寡观念，一寡想法，写足条长的。若剧本的。剧本伫遮，下骹遮有足侪剧本开饭店无咧惊人大食，惊你毋来食尔。这嘛是一寡注意的物件像这你看，不过因为是英语的读册剧场嘛，你会讲后安朱老师这种英语，你惊啥？即马 Google 偌厉害的，要成功找 Google， 要失败你着去酷酷。这物件你摕到了后，你着安怎？你着甲用去 Google 会当翻做台语，变做翻做华语啦。了后你再甲改做台语，这拢会当做参考啦。所以，因为伊个是英语的角度，所以有时无一定台语会通。不过，咱人拢是安尼啦，叫你写一篇文章艰苦济寡。不过若叫你改别人的物件大家改啊活写拍所以这算包括读册剧场爱注意啥物代志，内底有一寡剧本，空闲有物件，我着摕做甲因讨，大家做参考家己这章，较晓看别人，所以家己写较好啦。讲真正有心拍石石真长，有心开山山真远这是甲大家勉励这。读册剧场有一寡规矩，你要照迄规矩来写报道区
设置每一个预备教室外口的走廊，请按照竞赛手册规定的时间前往报到。竞赛场敢若提供予后一号竞赛队伍做准备，请其他的竞赛队伍先伫咧预备教室等待。准备时间结束，对工作人员行去竞赛场。竞赛员敢若会当载文本甲水盘入场，袂使载文具甲道具。6号请准备，5号请上台。竞赛队伍会使家己决定要载文本上台无，毋过袂使载道具上台。上台了后，请甲评判报告题目的编号。我的题目是第6条，第251本。当评判宣告迄页了后，竞赛队伍遂开始进行演说。比赛时间是用码表控制，国小学生组、国中学生组是到5分钟，高中学生组5到6分钟。时间若到，会试第1届铃仔声低音；时间若到，会试第2届的铃仔声一低音一长音。竞赛团队爱紧甲演说结束，伫台顶听候评判的提问。5号时间4分52秒，请评判开始问问题。演说结束了后，评判委员用迄组的语言甲竞赛员提问，问一条回答一条。评判针对每一个竞赛员提问了后，请竞赛员伫45秒钟的时间以内回答问题。回答的时间用码表控制，每一位竞赛员开喙25秒了后，工作人员会举牌仔通知；45秒了后，会举第2届的牌仔通知竞赛员结束，换另外一位评判针对另外一位竞赛员提问。最后一位竞赛员开喙25秒了后，工作人员会举牌仔通知，并且试一届铃仔声低音。45秒的时间到，会举第2届的牌仔试2届铃仔声，一低音一长音。竞赛团队爱紧结束，提问的题数按照竞赛员回答的状况来决定。每一队总共回答的时间会照队伍的人数来决定。竞赛队伍的回答结束了后，行转去预备座位，提走个人的物件，对工作人员离开竞赛场。哦，这是规个流程哦，大家帮参考一下。一寡爱做诶物件，拢甲大家报告吼，莫载物件入去吼。以早是会当文本要载毋载，今年改做一定爱载哦，吼。你若载其他物件，会甲你扣分。这时间本来是4分钟到5分钟，今年改做人减一个时间嘛，减1分钟。这甲各位讲一下。3分钟到4分钟。高中4分钟到5分钟，人本来是6个到8个，即马改5个到8个。时间本来是4分钟到5分钟，即马改3分钟到4分钟，就是讲减轻老师甲学生的负担哦。因为旧年试办的效果毋是足好啦，所以会当减轻负担的，咱就试看卖吼。那今年比赛拢足正常，明年就变做正式比赛，各县市一定爱办区赛、复赛。才当来参加全国赛，这是讲今年做一个调整这25秒、45秒这拢无改变25秒举牌啊，45秒嘛举牌啊每一个囡仔兄，像你是第1队1号、第1队2号挂伫胸坎评判问讲要问几号，变做囡仔较袂走进去普通拢是一个一个问啦。不哩个讲，互伊知影伊是几号，安尼问的时阵较直接头前因为头前是举牌啊，因为你一直伫遐试铃仔规间教室足差，所以咱变做头前迄几个拢是举牌啊，25秒、45秒拢举牌啊，
敢若上尾啊，迄个除了夜排啊，佫会单零吼，即部分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啊，较重要就是讲评分规准，团队活动，就讲话囡仔足自然，咱咧开讲袂讲真会背册安尼啦吼，爱讲互顺，啊语调爱正确，啊讲啊会连贯，才要足顺安尼吼。创意多元，你若要创意多元，上好伫为倒位？为囡仔伊诶生活经验来结合，安尼较好吼。啊，这头已经讲过吼。啊，今年你有出着加一项啥物对答如流？爱讲以前干4项，今年加一个对答如流，就讲要甲即部分放入来。重点就是讲，老师评判甲你问，以后会晓回答，啊，这是咱今年诶重点，今年甲放入来吼。啊，所以这问题拢甲差不多吼。咱小看一下。我就是当个叫大会费啊！唉，今仔日大会也无来哦，就是要这大会。我嘛奇怪，大家敢真有耐心，今仔日买到，明仔搁继续说。啊，明仔毋知会来咧。变哪讲着？白大会，白大会。小小小，一挂了了，这一挂，大会来了，飞机来了，大家时常保证保障，大会让你看有在做双腿。有的人那只，那大家，啊，这嘛，安尼表示无是人是咧说，有的人是一碗一两，更一碗，头边又什么？大会被无引起啥？一场大会把今年就成了挂汤啊！啊，规大我互恁食了话，别个人客无通食咯。我后来发觉，除了是家己饲的就是以外，其实大家这样各有另外一种味。啥味？是人做伙开讲会，现在处理。好啊，心情好啊，快乐的好呀！多谢大家。10号使用时间为4分38秒，请评判委员开始提问。你签到1号的同学吼，你内底讲到足侪迄个导火的处理吼，啊，我想要签到你本人对导火的感觉，啊，你平常时啊，你伫倒咧咧食导火？老师你好，你问的问，我使样解？好，我再讲一遍。你对导火的感觉安怎？你拢伫倒咧食导火？我拢伫厝内食导火，因为导火，导火即个，咱咱要滚滚，我想爱即个，我想厉害的就是我放学的时阵会，我阿爸会当咧，我导火互因食。多谢啊。今天咱们你好。像你吼，你问咱们这边有份是讲着导火，请你来问下，你个有上喜欢食的这个点心是啥一个？我讲，有啥物特别喜欢？介绍一下。我最爱食导火，因为导火食起来嫩嫩，搁滚滚，我食了会惊，亲像青草，嘛嫩嫩搁滚滚，我就爱食。啊，我上喜欢食的点心是红豆饼。因为红豆饼内底的红豆食起来绵绵，我上爱食。我上厉害的就是放学时，阿爸会买好一个红豆饼互我食，多谢。多谢你。
关系。那么讲有更较侪囡仔，因为咱的比赛参加即种项目，会当开喙来讲台语，这是咱一个重点点。来，他问讲分顶伫遮啦，来，即马紧甲用你手机啊 scan 一个，来，我物件拢放伫分顶遐，要甲各位分享。来，扫一个来。拢吐的时阵我建议伊啊，看文搁着，你看评判无路用，袂因为你看评判，伊甲你加分，你毋通看为着要顾看评判，颠倒敢若看走争去，毋通肯定结束了爱一寡问卷，麻烦大家填写一下。来，还有啥问题？今日我肯定要赶一个高铁，要来高雄。来，卡咯。我想问你，这评判老师若可多训练恁来经验，安尼敢会讲用伊家己角度，老师安怎个想法啥？评判阮的训练，阮拢有办演习，甚至袂当穿校的衫。你穿制服，安尼就袂使。伊咧是另外去买，像你买 Nike、买爱迪达的，拢无去。其实我感觉自然就好啦。头迄是已经校，台北市较有钱，因去买不哩个，我看足侪拢队伍拢嘛是，甚至新北市区赛时阵，足侪队伍拢嘛穿共款的。不哩个，莫有你学校的名、县市的名，这是重点。即两个禁区你莫去卡剩个9字字。来，还有啥问题？拢扫好势啊未？有人还有其他问题无？12点啊。袂扫好势，用梅来，用梅，你会当开麦克啊？用梅你是无说你试着还是要有问题？用梅老师，你试着来，还有啥物人问题？5分，来5分来。是安珠老师你好，我要请教问题，就是我拄有写伫顶管，安尼敢有听着？有。我拄有问讲，因为迄个学校啊，伊是小学校，迄个3、4年级甲做一班的迄种拜五社团，下晡做伙上，安尼敢会当参加比赛？你若社团，就毋是咱规定的班级哦。毋是规定的。但是你是因为，伊已经校人足少，所以叫做2个年级做伙来上课，安尼是会使。所以重点就是讲，伊敢是正式课程，即个囡仔共一个老师共一个时间上的课，这叫一个班级。共一个老师共一个时间，但是毋是正式的课程。毋是正式的课程就无法度。哦，安尼啊。迄变做社团阮是无同意。好，了解，好，多谢老师。多谢。来，还有啥物人问题？我搁请教老师吼。来。黄家芬，我请教老师吼。主导阵讲私底下有问题要请教老师，毋知要哪含你联络吼？莫甲我联络。莫甲我联络。我莫含你联络，因你做无用。因为我一个人对正人对，我敢若搁爱物件款要来坐高铁啊，我要去今仔去高雄。是，是讲若私底下有问题，会当 email 老师。私底下我无接受私底下问题。好，了解，好。因为我一个人对正人无法度歹势。好，了解，好。还有问题无？若无问题咱借各位的手甲关怀基金会，即个少年家足辛苦，咱甲拍鼓仔甲感谢一下
对，这有那个相关物件，都相关法。桂林来，桂林新问题。桂林无问题啊。来，咱留最后一个问题，紧嘞，要来下课啊。无问题，咱今仔演习就到这，多谢各位。后礼拜阁有课程，嘛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咱今仔上课就上到这，多谢各位，再会。谢谢老师。